大家好，我係思思。今日喺香港鰂魚涌濱海街地盤發現咗一枚喺地下沉睡超過80年嘅美軍 AAM-65空投炸彈。更令人神經緊繃嘅係，呢枚歷經歲月嘅炸彈性能居然保持得相當良好。亦正因如此，一場與時間賽跑嘅拆彈攻堅戰悄無聲息嘅開始咗。每逢有炸彈出現，就有一支不為人知嘅精英小隊，總會第一時間挺身而出，用專業同埋勇氣為城市嘅安全築起防線。佢就係香港警方爆炸品處理課 EOD， 而呢一次 EOD 嘅隊員就再度企喺咗危險嘅最前線。不過喺拆彈工作正式展開前，負責呢一次任務嘅高級炸彈處理主任李展超，就先因為一個特別嘅原因火咗一把。唔少網友發現佢嘅外貌同埋言談舉止都甚似電影《拆彈專家1》中飾演爆炸品處理課高級督察嘅劉德華，甚至拆彈唔係你想做就做，係要個天批准嘅對白，亦都被重新炒熱。雖然現實中嘅拆彈專家並冇太多嘅英雄情節，但佢哋每日要面對嘅卻係實實在在危機四伏嘅考驗。就攞今次發現嘅巨型炸彈嚟講，長1.5米，重1000磅，內含500磅 TNT 烈性炸藥，經過大半個世紀，仍然保持近乎一樣嘅毀滅性威力。面對咁樣嘅巨型殺器，李展超主任帶領 EOD 團隊喺惡劣天氣當中通宵作業12個小時，採用精密嘅3步處理程序，先係耗時4小時切割彈體，然後進行保護作業，最後以高溫焚燒嘅方式燒毀炸藥。成個過程猶如喺刀尖上跳舞，任何一個失誤就可能引發災難性嘅後果。今次嘅拆彈任務能夠順利推進，除咗 EOD 團隊嘅專業，成個應急系統嘅協同作戰能力亦都令人驚嘆。警方、民政事務處以及關愛隊嘅高效配合，喺數小時內安全疏散咗18座大廈嘅6000名居民，開放咗10幾個臨時庇護中心。呢種井然有序嘅危機處理能力，展現咗香港城市管理嘅專業水平，亦都體現咗市民嘅高度配合同埋信任。其實呢一啲深埋於地下嘅戰爭遺產，並非孤立嘅危險品，佢哋嘅存在正正就係日本軍國主義當年擴張侵略留下嘅沉重歷史罪證。時間回到1941年至1945年嘅日戰時期，香港作為日軍嘅佔領地，同時亦都係戰略要地，盟軍曾多次施行猛烈轟炸。而呢段歷史場景喺近期由深圳出品嘅抗日電影《營救飛虎》當中得到咗生動嘅還原。影片中被營救嘅飛虎隊成員 James， 正係喺執行對香港日戰基地嘅轟炸任務當中，被日軍擊落後不幸被俘，最終喺中國共產黨黨員同東江縱隊隊員聯手營救下脫離險境。當年正係無數次咁樣針對日軍嘅轟炸行動之後，數以千計未引爆嘅炸彈便深埋於地下，不單成為咗城市嘅安全隱患，更成為咗嗰段侵略歷史難以磨滅嘅印記，無聲控訴住日軍嘅罪行。今次濱海街炸彈嘅順利拆除，係香港專業力量嘅勝利，更係對世界和平嘅深情呼喚。當居民安心返家，我哋更應銘記今日嘅安居樂業離不開呢啲無聲守護者嘅專業同埋勇氣，亦都源自對和平嘅堅守。讓我哋向佢哋深深嘅致敬。願戰爭陰影永成過往，願香港喺專業守護同和平光芒當中始終安穩美好。